Hello，早晨啊，我係阿 Sam 啊，做運動嘅時間啦，朝早精神啲係咪嚇？坐直腰嚇，OK，好，兩隻手咧攞起兩邊先，跟住一邊掂膊頭，另一邊掂膊頭，攤開攤開，掂到攤開，隻手喺正側邊嘅位置下，兩邊來回做 OK 嚇，跟住到呢邊先啦 OK 嚇，盡可能咧就唔好太快嚇，總言之個節奏咧清晰少少，1、2、3、4攤開 OK， 好簡單啫，係咪？好啦，跟住掂到膊頭嘅時候咧。就打圈啦，單邊膊頭打圈先，順時針，然後逆時針 ，OK 嚇，做幾次，跟住呢邊啦嚇，順時針啦，或者叫做係咪嚇？跟住之後咧就逆時針啦，係咪嚇？跟住兩邊一齊同一個方向，順時針，跟住逆時針 ，OK 嚇，兩三次得噶啦。跟住一邊喐嘅時候咧，另一邊咧就相反方向咯，呢個就係難度啦嚇，兩邊一齊喎嚇。盡可能咧，兩個手臂咧係一條直線嘅位置嚇，相反方向先。你諗是打一邊開始起動先咧都得嘅，不過咧兩個手臂咧係一條直線啦，總之係咪嚇？就唔係咁樣分開咗啦，係咪嚇？咁樣個中間呢個位置咧就會有個喐動過去啊，得唔得係咪 ？OK， 好，得停一停先啦，哈哈 ，OK， 好，跟住兩個手交叉喺前面先，然後打圈都係一樣。今次咧就唔係膊頭咁誇張啦，喺呢個位置係咪嚇？頭先可能係咁誇張嘅係咪嚇？而家咧就喺中間呢一個位置咧做一個扭動啦嚇，相反方向啊！你見到好似坐船咁啦，係咪嚇 ？OK 嚇，喐鬆翻個胸椎低段嘅位置嚇，腰椎高段嚇。好，到腳部分嘅運動啦嚇，我哋。嗱，拍埋兩隻腳，然後跟住攞起隻腳嘅時候咧，托住佢個身拍落去呢個 OK 嚇。咁你會感覺到咧，臀部咧會拉一拉嘅喎，拉筋感覺嚇，放低佢。另一邊個身拍落去嘅時候，托過埋嚟 OK 嚇。咁咧佢就會做到個伸展嚇，幾舒服嘅嚇。兩邊來回做啦，來回做嘅時候咧就拉伸一下佢嚇，一下加落去嘅時候咧，咁佢就會鬆翻開啦。鬆翻開嘅時候咧，行路咧就會靈活啲、自然啲啦。做多一次咁多啦。嗱，如果你想做多啲嘅話咧，咁你可以睇翻我哋條片咧，咁重複來回再繼續跟住做啦嚇。跟住咧就係訂閱我哋頻道啦，然後咧撳埋通知嗰個鐘仔咧，聽朝我哋會繼續出片咧，就我哋一齊繼續做運動，每朝都有嘅。OK。